昨日手术，现在一次性一旦弄眼睛嘛，嘛是真的有点麻。追发，抬头一看，摩天大楼拔地而起，所做一个城市建设，最欢喜辣海不知不觉当中不难惊喜。谁是不晓得搿点叠起来个房间，也侪派上用场哇！我今在比漂亮的地方待着，博宇公馆。 大厅大堂，辣想象当中的阴凉哇！摩天大楼覆盖空间，上个楼梯，一上一下单子，会有15分钟，美容师分类，儿子心法分类，是抓紧辰光吃饭，所以最好吃的菜饭。我小姐妹家的儿子一次也可以吃20个。吃海菜饭吃4个，上海读法来了。哎呦，你来着？来了。哎呀，今朝还个多领个个呀！哎呦，领个，欢喜个。9点31只啊！是不是那个什么公馆上来？对门堂3分欣赏。2个贵宾来着哇啊！我来的。前头7分钟啊，到2个人啊。停错地方都来到，我们怎么理呀？妈妈，你来弄啥个叫金针？眼睛嘛。啊。 我就是要弄那种效果明显的，一弄就要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。这样搞一搞多少钱？99。你们对他清爽有啥个想法？没啥问题。我当时阿是来今朝当我毛单啊。毛单也可以，没问题。等待我张开眼睛来，你别不认得我啊！你这还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晓得？晓得。灵官，两只眼睛完全不一样。哎呦，看上去很认真哇！谁来啊？你过来呢，看看阿认得到来娘嘞，阿认得？认得个。介绍名字哦。 小代姐。真个认得个？认得。你到60钱？谁那个啥狗？娘前女看狗要不来看到娘啊？你也是属狗个了。我们属鸡哇，鸡我属狗一个家。哦。谁的啊？我一只眼睛也一下子看呢哈。灵个。当看看两只眼睛也一样长。一样长。把关哈，看得近点。我就帮你点勾着。你点勾着呢？你哪点的？你放脑筋点噶？你还打放脑筋？一只眼睛大概70根。啊，差不多，美女，差不多70根，你也不知道几根啊？那个问题来了吃子来，再来回答那个。哦哟，谁来？捞一帮，哦，捞，快点，啥掏一帮到来呢？哦，掏。谁来的哈？灵个。眼睛蛮是漂亮哇！哦，侪是个背心，算得来困几个钟头哈。怎么还打有摸过吧？你请客？我请客，对吧？来着嘛，对。你让我你看来着？有没有把火罐给我妈来？哦，我不要把，随我摸还在哈。这按摩一次多少钱？98块钱2次。跟那谁讲也摸一摸，一般3分多光做。现在要知道该吃那肉痛的程度。我不肉痛喂。你拿不肉痛？我又不是宝宝。妈妈，你这个头不带头也塞在这个洞里的。我是这个洞里，我眼睛嘛也坏脱个那些的。那么这个我会看红嘞，但我眼睛嘛被看红得脱，我每次会抽高活动来的。就靠这张老脸了，你等我的哈。灵个。真个灵个。老脸不老，必能之半岁吧。拍内毛皮半岁。谁干了按摩，你还去拍？等些呢，我对方弄汗。那个光辉形象。哎，我个光辉形象什么个？头发漂亮吗？漂亮。后面还漂亮吗？对，整齐的。我的光辉形象要随时保持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整齐，一根毛发都没有乱。我个眼睛总爱比大丸子。谁也是个？你也觉得？啊？你等我看一看呢。好。总爱比大丸也是个？对。啊，带啥不带？你去问他嘛，对吧？来看看你辛苦看，本来是大丸，这还只比大丸子。这两你懂不讲哦？我不。你呢在分我当，在回到还点心里呀？别一本正经的，也吃啦。不吃。麻鸡拍了麻酱啦是吧？这个